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老假期嘅 YouTube Channel。好耐冇做影片俾大家睇，我哋今集呢有繼續講翻黑馬卡。有留意到老假期嘅朋友仔都知，其實我哋呢喺4-5年前開始已經做好多男士保健品嘅食後評測，其中呢就以黑馬卡為準。市面上唔同類型、唔同牌子嘅黑馬卡呢，我都食過啦，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。市面上呢，無論係草基15倍嘅黑鑽馬卡、金剛嘅50倍濃縮馬卡，定係呢力神之前有5倍啦，同埋25倍濃縮嘅黑馬卡，我哋都做過食後感嘅評測。嗰啲影片嘅 view 數啊、互動率咧都非常之高，有好多網友啊、觀眾咧都留言問啊，到底點食啊？邊一款先好？做咗一個好好嘅氣氛出嚟。今集咧就嚟一個新嘅食後感評測，就係力神秘魯黑馬卡最新嘅50倍超濃縮版本，同埋升級大盒版嘅90粒啊！咁到底呢一款50倍力神黑馬卡同之前5倍同埋25倍有咩唔同呢？佢同其他牌子、其他出邊唔同嘅產品又有啲咩唔同呢？食落去嘅話，邊一款又會好啲呢？想知答案嘅話呢，就記得睇到最尾啦。正式開始之前都介紹一下我哋老假期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呢喺5-6年前開始已經講男士保健品嘅用後評測，同埋一啲嘅大陸啊、深圳銀行開戶口一啲嘅玩樂飲食嘅資訊。如果你中意呢兩類嘅 topic 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之後呢，我就會首先講一講呢一個新嘅力神50倍黑馬卡嘅一啲包裝基本資料，跟住就會同佢分析比較以前5倍同埋25倍舊版嘅力神馬卡有啲咩分別。再之後呢，就講下一啲嘅價錢嘅比較，到底佢嘅價錢比較啦，同埋一啲硬件嘅配方規格方面同其他牌子有啲咩分別。到最後呢，我就會講下我食完呢3個月之後嘅用後感俾大家做個參考。首先我哋睇一睇秘魯50倍濃縮黑馬卡嘅一啲產品包裝資料。咁你見到佢就係 GMP 藥廠啦，香港製造。咁原材料咧就係嚟自秘魯嘅。咁即係話佢係秘魯原料100% 嘅黑馬卡50倍濃縮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入粒入樽香港生產。咁另外咧就見到佢包裝咧已經寫住咧就係堅硬大力效果極佳50倍原產嘅黑馬卡。咁咧就可以幫助你咧精神爆發力同埋堅硬嘅。咁啊一樽咧就係90粒，咁啊每日3粒嘅話咧，一樽咧就係30日1個月份量。咁你見到個包裝咧仲會有少少資料咧，就係簡介下馬卡係來自秘魯啦。咁啊秘魯嘅馬卡仲有4隻顏色，黑馬卡咧就係當中之中咧最矜貴啦，同埋咧最好效果。咁啊而黑馬卡咧就可以幫助咧我哋提升呢個嘅精神啦、慾望啦同埋爆發啊、硬度咁樣樣嘅。價錢上面呢，佢就係398蚊一盒，咁而有個1098蚊呢，就有3樽，除翻開嘅話呢，每一樽平均就係366蚊一盒嘅。比較翻啦，其實力神已經馬卡有3代噶啦，第一代版本就係5倍，就係30粒一樽啦。咁呢就第二個版本呢，就係25倍，亦都係30粒一樽。今次呢，去到最頂級嘅50倍濃縮呢，就係去到呢90粒一樽。你會見到呢，佢馬卡嘅原材料呢，同埋濃縮度呢，都係有所提升嘅。一開始呢，5倍濃縮嗰個咧，其實佢冇特別標明咧嘅黑馬卡來自邊一度嘅。咁去到咧25倍嘅話咧，個濃縮度雖然有所提升，但係亦都未去到市場咧最頂級。咁終於去到今次呢一代咧，就係去到咧50倍濃縮，再加100% 原材料濃縮嘅秘魯黑馬卡。咁所以佢嘅配件啦、原材料啦，亦都係去到市場上咧最頂級。可以見到咧，佢其實個粉狀咧係比之前咧更加精細。我哋有試過咧打開佢嗰個膠囊咧去聞下，你聞到咧嗰個顏色啦，同埋嗰個氣味咧都係非常之好舒服嘅，好有一個烘焙嗰種嘅味道嘅。除咗咧力神馬卡本身自己嘅比較之外，咁你話市面上其實網店啊或者出面咧都仲有草基嘅15倍啦，比較多人揀嘅就係同類又有金剛50倍喎。到底價錢上啊同埋材料上有咩分別呢？咁我哋繼續咧講落去。比較多人揀嘅仲有15倍嘅草基啦，我之前都食咗呢隻好耐噶啦。咁其實15倍嚟計呢，我自己覺得就比較入門啊。食得耐嘅話呢，就會覺得個效果呢冇咁好 feel。到你食同埋唔食呢，其實差別已經呢比較冇乜分別。咁所以呢15倍嗰隻呢就真係好入門嘅感覺，而且佢價錢呢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平，358蚊一盒啦，或者888蚊3盒，除翻都要290幾蚊一盒，其實差別唔係咁大，可能呢比貴少少食個高級啲嘅版本可能呢更加好。
另外市面上都有一款金剛50倍濃縮嘅黑瑪卡可以做比較，我都有食呢一款，其實都真係唔差嘅。咁但係又有啲人呢就話佢可能太勁，又有啲人呢就覺得佢食完之後呢又係冇嗰種持續性啊。可能一開始呢就覺得好澎湃，但係之後呢亦都係有一個嘅回落嘅感覺。但係我嘅評價其實呢，無論你食邊一款呢都係有效，睇下邊一款呢合適自己。至於係咪追求呢50倍啊、15倍啊，就好睇個人感覺。有啲人呢就想溫和啲提起精神，有啲人呢就想追求到極致。咁啊，睇下大家各自嘅選擇。3款呢都係 OK 嘅，只不過呢，即係大家都係電話啦，3個都可以有呢個功能。到底你中意邊個牌子啦？到底咩價錢啦？同埋呢會唔會啱自己嘅體質呢？就可以做個少少嘅參考，做個比較啦。做埋個價錢比較先。如果價錢上面呢最平呢就會係15倍嘅草機啦，中間嗰個嘅50倍呢，即係金剛瑪卡就係價錢上算係中等。咁佢係999三盒或者388蚊呢一盒。咁去到最貴嘅比較呢就係力神。咁力神呢就係398蚊一盒，再貴多10蚊雞啦。咁如果佢3盒嘅話呢，就係1098三盒。咁啊都係唔係話差太多啦，但係貴多少少。如果想個牌面啊品牌好啲、靚仔啲、高級啲嘅感覺呢，就係50倍濃縮嘅力神啦。中間嘅就會係金剛黑瑪卡，最尾呢就係草機15倍啦。去到最後啦，講翻我真係連續食咗3個月嘅用後感先。咁其實金剛瑪卡呢對我嚟講呢都已經唔差。但係估唔到呢，呢個力神50倍瑪卡呢再犀利啲，所以我依家其實已經直接齋食呢個50倍。咁我見到個雪櫃其實長期都有，跟住公司又有一樽。無論呢，我驚自己唔記得食呢，去到邊度呢都有一樽喺度嘅。咁點解我會揀佢呢？其實我最主要就係佢俾我個感覺呢好明顯啊。咁你食保健品最緊要就係想嗰個效果感覺有嘛。咁你食完之後呢冇嘅話呢，你就好猶豫，好靠自己堅持。咁呢個力神50倍黑瑪卡呢，佢最俾我嗰個驚喜嘅感覺就係我有陣時呢唔記得咗食啦，咁我突然之間諗起食嘅時候呢，我好明顯會 feel 到個分別，就係我例如我中午食咗3粒啦，到晏晝呢，其實有種蠢蠢欲動嘅感覺，係痕痕地，你好想呢刺激地要嗰日呢就要輸泄啊。咁如果你真係忍到嘅話呢，你第2日再食，你第3日再食呢，到你嗰下爆發呢，係哇非常之精彩，好犀利澎湃嘅感覺，真係個慾望啦同埋個爆發力想要嗰種感覺呢，係高咗好多。而呢一種呢，食完之後呢，好快有感覺嘅嗰種 feel 呢，係之前15倍啦同埋金剛呢都冇。金剛呢，我都要食起碼3次啦以上呢先有呢個效果。咁而呢個力神瑪卡呢，係我食完之後呢，當日呢就已經有感覺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個定位呢，就係呢個力神瑪卡呢，如果你平時日常保健啊，想翻工精神啲嘅話呢，千祈呢唔好食咁多。咁可能你食1至2粒啦，唔好跟足嗰個說明啊。我驚你食完之後呢，個感覺太澎湃，影響工作。但係你話呢，我想間中有作戰嘅喎，咁其實呢就可以呢日常咁樣去服用啦，你就會 feel 到呢，到你作戰嗰下呢就好明顯啊。基本上你食完之後呢，冇人可以咧頂到呢幾日，到你下一轉嘅爆發啊發射呢，一定呢係有提升呢個表現。咁我再諗啦，亦都有呢個人測試。咁有一次呢，可能我需要作戰啦，咁喺當日呢，本身我日常已經食3粒，我再加多一份呢，食6粒喎。好啦，到完咗之後呢，你會有時好虛啊，或者係想第2日呢又再嚟，特別係去旅行啊嗰啲情況，你第2日呢，你再食多恆常3粒之後再加服喎，其實呢又唔會影響，即係冇唔舒服嘅感覺，但係你嘅吸收力呢係更加強啊！到時呢表現起啲上嚟呢，就唔單止係1次，你嚟呢2次啦，或者個持續性呢係更加耐。所以就自行調節。如果你想恆常服用嘅話，就食少啲；如果你想咧快速提升咧，準備作戰咧，就加服。咁亦都有一個明顯嘅效果。所以佢定位啦，即係感覺就係有驚喜。食完之後咧，好快有一種感覺喺度。而你食完之後咧，亦都可以用一個定位咧，就係我要快速有效咧，佢又幫得手。我長期調理身體，想精神啲，佢又幫得手。咁價錢上咧就比起同類可能貴10零蚊啦，但係我覺得差別唔係好大。如果你覺得個牌子可信度好嘅，有代言人又入到萬寧嘅，或者連鎖牌子嘅，咁你都可以咧揀呢一款。好啦，以上嘅分享呢，純粹係個人嘅感覺呢，就不構成一個購買建議。希望大家呢喺買之前呢，可以聽到少少嘅分享啦。大家仲有食緊邊款最新嘅，都不妨話俾我聽。咁我繼續呢去買翻嚟呢，親自去食，就去做一個比較分析。希望今集呢幫助到大家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